花主各位前缘大家，大家有爱。老师有啊。入学真欢喜，嘛生风生享，有遮尔好的机缘，伫这个重要活动，以随前缘大家，大家共出一道，共同来接受了天恩祖地加庇，咱拢来感恩的啦吼，感恩着老庙的慈悲，以及咱祖孙啊奉祀台湾。 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爷的恩典，加栽培以及提拔，咱才有遮尔好的因缘，而且有学习了完的机会。讲起来，好汉呢真紧张啊，因为要承担这历史内面的意境，就是咱好老前人伊开悟行过来，向行的好学的心得，离修班的过程。 无法度通啊去甲伊阐述伊万一，那请注意前缘大家，伫咧学习的过程，也得用一份心来补学校的不足。学校要来以注意前缘参考的，这个历史是承受着会知影咱杨岭林自然生于有形，搁就讲书来学校会使讲是随后壁段要来做一个参考。 要来做一个参考，等下学校内面的荧幕照出来，若是红色的，就是咱历史的本文；若是乌色的，就是学校个人学习的做一个讲解。咱学校就来念一解：社会有如大染缸，不长即如大褪色缸，褪去实染精积之味。 咱会知影，就讲师伊加甲咱讲，咱是人群当中，咱拢知影，敢若出世着面对着家庭成员，三个叫做种。咱拢知影，而今这个社会当中，坦白讲啊，人咧讲有三色啊，五色花，有三教九流，有五花十色，有千奇百怪，种种的因缘，其实咱。 咧讲会讲，这个灯红酒绿的佳期，使人迷惘。所以伫咧不知不觉当中，咱咧讲的潜移默化中，环境在影响一个人，在默默的影响。相信什么叫做潜移默化？潜移默化中，就是讲本味无显现，但是不知不觉已经受感染啊。 相信咱过去，尤其像学校这年代，有电视拢在放映一个个泰山猿人，还是猿人泰山。啊，伊由来，其实这个泰山猿人，因本来因爸爸就是英国的贵族，啊，因爸爸的爸爸就是搁承续着因阿公，即种伫咧因的这个贵族中间，因有一个爵位、爵位。 所以，伫这个会议上，伫国家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。所以，当1888年的5月份，就是这个泰山猿人的爸爸，甲这个因太太，就是泰山猿人的妈妈，迄阵拄好怀了伊这个泰山猿人这个。啊，怎啊因为受了奉命去到西非无开发的所在，要调查英国的殖民地，因迄个是秘密的进行。 真秘密的进行，所以讲因怎啊安尼坐飞机，然后到落伍所在，怎啊离狮子山去换船，伫这个中途的时阵，怎啊军夫呢叛变杀死领导的将官，才官将杀死村因这个泰山猿人的爸爸甲妈妈，啊，因此泰山猿人是咧西非这个赤道的海境。 这个泰山猿人就是安尼，伊虽然身躯是人身，毋过呢，伊的行为拢亲像高山啊。所以咱看着电视荧幕就会看着迄个泰山呢，伊就叫出迄个猿猴的声音，然后吊手啊对这边海过迄边，拢是毋是身躯是人，毋过是猿人的习性。互咱来要来讲这个。 社会有如大染缸的，因为咱人受了环境影响，无一个兄弟姊妹讲出世出来就结婚早出世的，嘛无讲伊出世出来就会跋筊会吸毒，
会害人放火，就是因为受了环境影响，而变成咱咧讲的讲罪过满身。所以讲，二三二经安尼讲，讲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本来拢同款的，拢真天真无邪，但是随着环境的影响，慢慢的变化，慢慢的变化。毋只係講近水就濕，近火就燒。詩經內面安尼講，講若甲君子交，甲一個有修持人交，敢若像入迄個自然，就是火的香味。啊，久有當啊就用香哦，但是較久就無聞到迄香味啊，因為已經互淨化啊。啊，若甲少年交，甲無修持的人，甲遐種種有歹習慣做伙，就安那。亲像日暴雨之势，人咧讲鱼啊，若臭车吼，敢若安尼甲伊做伙规景，足侪人咧食薰哦。咱人离迄个较久的，连迄衫烫起来甲鼻拢有迄个熏味啊。可见即个环境影响人真大。因此，佛陀世尊甲伊的弟子出去，伊就甲经过迄个菜市场，啊过去的时阵呢。迄鱼仔毋是亲像正讲用牙仔梳落地，就是鱼仔有鱼鳃，伊怎啊用锁啊甲藏对迄个鱼鳃安尼，啊怎啊掼伊个手里？啊，佛陀世尊伊就叫伊弟子阿难尊者捡迄个藏过鱼仔的鱼锁啊，甲伊提咧手叫，然后佮叫伊放掉，讲变看伊个手生做安怎？伊讲有臭车味、臭的味啦，是安尼无毋对。咱若有接近啥，就会受啥物影响？尤其未开悟的时阵，当然若开悟，伊处处拢有道啦。但是还未开悟的时阵，加上咱过去有品赖的习惯，加上即个因缘现在科技的环境，咱拢知影，文明发达，电视媒体的污染，甚至连电脑、网络上嘛有足侪种种，使得咱呢。讲起来要全身而退，真了有所困难。真幸运呢，咱今仔日有了求了宝贵的大道，会当进了道场。这个佛堂啊，人若做生意人拢讲，店地就是生意迄个店面啦。啊，若大楼讲叫做公务，啊，佛堂就是安那，我大觉者住的地方叫做佛堂。嘛是咱老母意志的所在，也是天堂的报名处。佛堂嘛是众生的服务处，佛堂嘛是真理的推广处，嘛咱心灵的加油站。佛堂嘛是办道的合作处，佛堂更加是品行的教育处，佛堂嘛是心灵的福利处，佛堂嘛是咱人的避难处。会使讲佛堂伊的殊胜，伊的因缘足济，伊有法度通啊，甲咱所念念的，敢若一个明珠，本来一粒明珠是足光亮的，毋过去拉啥物个落个歹照伊，照伊佛堂伊的殊胜因缘，真理的教育之下，互咱内心生了有忏悔，有忏悔的水，真理的水。功德水就有法度啊，甲即个明珠经过污染，甲洗净，就是要褪去实染净质之味。要甲即个物件一要甲伊洗净，但是事实上讲的需要有功夫，需要有功夫。安怎讲？咱何老前要甲咱慈悲讲，人业事人人相秉持不自德行。感不之恩义，报不之功德，风铃日进一道，离不知当面错过。咱何老前已经甲咱讲啊，讲需要人，毋是针对一个人，逐个人无例外，进了道场，每一个人，上至先人，下至一般的修道生同款，拢爱上就是思想。不间断的去秉，就是秉着上天；持就是把持守拥有佛的德行。要褪去头前面
是练五即五件脾气毛病，爱有遮哦，就是讲爱有用心用功的条件，爱秉持着佛，就是一个大觉者。佛的德行，佛哪有啥物德行呢？咱定来拍开经文就讲有3000的威仪，800的世行。因哪有3000的威仪？因为自心当中有道。爱的德行是经过累积而来，伊自心当中有道，一直去甲行持的。咱讲要讲讲佛的恩义，好下拢安尼想。咱若无行过，无心得讲，我同我感应得到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